題咧，就係主要分享呼吸氣功對身體嘅健康同埋益處嘅。其實咧，呼吸係嘅重要性係喺邊度咧？原來咧，呼吸係可以令到一個人由嗰個血液循環都最重要嘅。因為如果我哋血液同埋氣血不通咧，我哋乜嘢病痛都因此而產生嘅。但係我哋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嗰個氣血運行，如我哋心中所想嘅路徑去行咧，就係我所講嘅呼吸氣功。我哋係用呼吸去調節我哋嗰個健康，唔需要有啲咩大動作嘅嘅動作，或者係一啲你自己身體做唔到嘅動作。只要咧係你能夠按你自己嗰個心中所想、所希望得到嘅健康，慢慢一步一步去做。咁啊，最重要就係話唔好錯位，唔好去做出一啲你超乎能力嘅嘢。咁啊，我所講嘅健康，我所講嘅氣功係已經包含咗，你決定咯，包含咗由內丹氣功嘅道家由開始，因為所有氣功嘅起源於都係一個遠古年代嘅嘢。佢嗰陣時候嘅人係完全冇文字，冇什麼科技嘅嘢，但係只識去看天文地理，而產生咗有好多啲對人類好有價值嘅健康嘅理論喺後邊。咁啊，呼吸就係佢哋當時嘅人能夠做到嘅嘢。佢冇人當時都未有藥物添。咁我所講嘅氣功或者係呼吸，就係要令到我哋從呼吸入邊，從一個活得到起來。所以經常人哋有我所講嘅健康就係人活一口氣。你只要氣血通嘅，你係流水不腐，你身體就唔會有其他啲不良嘅雜物堆積，或者有啲你內臟有堆積到啲雜物啊廢物咧，所以令到你個身體入邊產生咗不健康嘅狀態。如果你能夠利用得到呼吸去把你身體入邊嘅廢物啊、濁氣啊、俗物啦，去推晒出嚟嘅話，你嘅身體就自然得到健康。咁啊，點樣做到呢一樣嘢嘅效果咧？就係我所提及嘅健康啦，所提及嘅如何令到你自己掌控到健康。如果我所講嘅方法咧係冇藥物嘅，係只要你日常嘅生活，但係當然你喺你嘅生活入邊，你要選擇佢嘅食嘅方法啦，唔好食一啲太過糖分過高嘅嘢啦，因為你嘅身體係有能力去消耗嘅。但係如果你去好偏愛一個食物，或者你久坐唔喐咁樣咧，呢個就係產生健康最大嘅障礙物。點樣做到呢樣嘢？就係我哋係要利用到我哋嘅呼吸。我哋呼吸有唔同嘅方法。如果我所針對嘅健康嘅理論咧，就係話要個人有一口氣，最緊要仲有一口氣，你能夠生存落嚟嘅，你就能夠慢慢喚醒你道氣，然之後令到健康。點樣做到咧？其實因為我哋響市區啊，或者響寫字樓工作嘅人咧，完全都不理解點樣用氣。氣係點樣嚟？咁啊，只要咧，我哋就因為我哋從一個好多教學入邊嚟講，或者我哋老師啊，或者西方教育，我哋呼吸到就得啦。咁原來咧，我哋人類嘅呼吸咧係好短淺，唔識用氣去呼吸，或者唔識用氣去推血。因為我哋古語有話，氣推血行。如果你血行去得達嘅地方，你唔能嘅冇滯留、冇阻塞，又係回圈得翻嚟嘅話，你個健康就自然得到啦。我哋最重要嘅氣點樣去推血行？氣推血行，氣為血髓，母咁血係咩啊？血係氣之母。咁樣即係原來氣血係兩個互相係溝通嘅，係互相協調嘅，但係兩者係不同步嘅。氣係行得快過血嘅，所以我哋嗰個身體唔健康、唔平衡，就因為有呢個氣血嘅問題。而古人嚟講，佢唔識好多啲現今嘅科學理論，但佢知係一樣嘢嘅啫。
就係彼此嘅高低、上落、陰陽、虛實等等呢啲咁樣嘅咁嘅對應詞，或者係靈同一個對應去產生健康呢個最基本嘅理論。咁我哋個健康係點樣先至得到嘅咧？原來我哋人類嘅健康係所有源於我哋嘅臟腑，五臟係決定我哋人嘅生死。如果我哋能夠將我哋嘅氣血響五臟入邊運化得起嚟，咁樣你個氣血響五臟入邊自然流動、自然流化，咁樣咧你嗰個運化得到出嚟咧，你個健康咧就一定係冇問題，因為流水不腐嘛。如果你入邊嘅氣血流脹喺五臟入邊不斷咁樣運作，不斷咁樣運化，而最重要就係話我哋五臟六腑，腑為手啊、腳啊、腦頭都係個腑臟啫。我哋嘅生存生命最重要個身體入邊嘅五臟，五臟 work 到行得到嘅話咧，你個健康就自然回來。咁樣點樣令到自己嗰個有嗰個健康嘅能力咧？就係話我所講嘅氣功。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夠帶出個信息就話，如果你瞓喺病床上邊，如果你能夠仲有一口氣，你能夠喚醒呢口氣，你就能夠慢慢得到回復翻你健康。點樣喚醒呢道氣咧？如果你喺嗰個即係病床入邊學嗰陣時候，你已經好慢啦，太遲啦。但係最好嘅方法就係話，你之前已經能夠掌控一部分，你明解健康氣點樣響你身體運作，咁樣你慢慢就喚醒呢道氣，係幫你自己逐步回復健康。所以我所講嘅健康唔需要你去打套拳，唔需要點樣去盤坐等等嘅嘢。只要你喺日常生活入邊能夠知道乜嘢叫健康，點樣去活得健康，咁樣慢慢就可以做到。但係最弊端就是現今人類把自己嘅身體所有嘅氣血啦，或者啲筋腱黏連得到好實，而呢啲實咧就產生痛症。呢啲就係虛實嘅問題啦，因為呢啲實嘅黏連令到我哋啲氣血去唔到啲指尖。所有人嘅10個手指端或者腳趾端就係你嗰個健康嘅指標。如果你能夠活得到10個手指端或者腳趾端能夠活動得到，係唔冇酸痛，係能夠活動自如，咁樣你個健康應該就好正常，係唔會有問題，而能夠有好超越你自己年紀嘅感覺嘅。就即我所講嘅返老還童，或者你能夠氣沖病灶，使你從你嘅五臟入邊將氣血泵得到、打得到，去到你嘅手指尖，然之後喺個手指尖入邊回圈到翻你嘅心臟，以一個運轉，呢個運轉就能夠令到你有健康嘅體魄。咁啊，呢個運轉唔係一朝一夕得到嘅，唔會日日都有有同一個感覺嘅。呢個就係氣功嘅最奧秘之處，就等於點解古時人嗰啲你見到啲皇帝，佢哋嗰啲太醫去幫佢醫治嗰陣時候，每一次都醫治完之後俾一劑藥去食，跟住又要俾，因為嗰個身體喺度變化緊。而我哋嘅氣血健康亦是一樣，我哋嘅氣血健康，因為我頭先講，你個身體有多淤塞堵塞。咁你點樣能夠打通啲淤塞堵塞？因為你當你瞓咗覺或者等或者受傷之後，你嗰個血管就會有淤塞，而呢啲淤塞係可以移除嘅，但係你點樣去移除佢？就係呢個人活着就係靠一口氣嘅原則，就是這樣的。你一定要令到你自己有能力去復原，或者有能力去抵抗呢啲病毒。點解能夠可以抵到個病毒啊？就因為你嗰個免疫能力提高咗嘛。你個免疫能力係發於邊度？發於你嘅五臟。
如果你個五臟能力弱嘅話，你基本上都冇氣血去抵抗病魔，你冇氣血去做到你免疫嘅能力，咁樣你點有健康呢？所以健康嘅身體係要你內部運作得好正常，好有健康嘅感覺，你先至有健康。唔係話我食藥係幫唔到你健康。其實中國人嗰個健康養生之道唔係響補嗰度嘅，我所講嘅健康之道係一通二排三養四補。點解咁講啊？你個人如果你入邊啲嘢唔通，你嘅血管唔通，你食乜嘢入去都係得個堵字，堵塞咗。因為你越食嘅嘢入去，你食唔到，排唔到佢出嚟嘅，你就吸收唔到。你運化唔到，點解你運化唔到？因為你嘅脾臟唔 work 嘛，唔識去用去運作，你唔能夠上輸去你上焦，你個所有嘅內臟嘅功能已經失去，咁啊呢個你就攞唔到食物俾你嘅健康。好啦，當你個呼吸不暢順，嗱，點解講呼吸？因為我哋呼吸入邊嘅中氣啊，我哋肺入邊，我哋肺經要強壯，我哋個肺嘅能量先極高。因為你有肺，你先至有肺能量強，你先至有健康嘅身體。所以我好強調嘅，呼吸就係最重要嘅，令到你自己健康過來嘅方法。咁啊，你點樣令到你自己個呼吸強啊？通常就係話，如果你對初學嚟講，我話你自然呼吸啦。但係呼吸入邊有好多細節入邊，細節入邊一邊坊間講嘅腹式呼吸，我仲講逆腹式呼吸，仲可以話俾你聽有步式、有胎式等等嘅唔同嘅組合啊，令到你將利用呼吸產生到力量，響氣血入邊運作。呢個先至真正我所提及嘅健康之道。如果你正我係呼吸冇意呢個健康咧，係有正常的健康，但係問題唔能夠去治理你有病有痛症啊，有其他嘅嘢。但係如果你能夠利用得到你嗰個身體呼吸嘅過程，能夠用氣去推動到血。氣推動到血液，令到嗰個血液佢衝向你嗰個黏連嘅病塞嘅病灶位，而令到佢回圈過來，呢一個你就能夠做到氣衝病灶，同埋能夠做到流水不腐。你嘅身體入邊唔會積聚到垃圾，即係你個三濁能夠排通，咁樣你個健康就自然回來，又應該就唔會有大嘅健康嘅問題。點樣做到？呢個就係正我所講嘅，我會教嘅健康之道，或者我所講嘅氣功。我嘅氣功不是留在我以前所講嘅道家或者係一個動作嘅氣功。動作嘅氣功你一定要配合呼吸，因為呼吸先至係最重要。譬方說，如果你係一個運動員，一個好頂級嘅運動員，如果你能夠識用氣幫到你嘅，你就可以高人一籌，你就可以爭奪冠軍。呢個剎那就唔係技巧啦，係你最後尾嗰道氣，贏輸都係最後尾嗰道氣。咁樣呢個就係正我哋古人留俾我哋氣功嘅最大嘅作用。所以如果你係後生嘅一輩嘅，如果你能夠掌控到氣嘅響你嘅身體嘅運作，你可以做咗好多嘅事情，因為氣能夠令到你嗰個人活力好強咯。第一，第二，你根本你氣魄一夠嗰陣時候，你嘅腎功能等等嘅話俾你聽，你係超越你現有年紀能力所及嘅。呢個就係氣功能夠俾到你。如果你用於競技啊，或者用於歌唱啊，你係用丹田係完全冇問題。因為你說話你唔會感覺有喉嚨痛啊，唔會感覺有好多嘢。因為點解？你基本上唔係用個喉嚨去發聲，你係用身體嘅氣血幫你去調節你自己嘅身體，幫你去做你嘅工作。
所以你個氣血通，你嘅氣量夠，你基本上你就係有返老還童嘅效果。呢個就是我所提及嘅氣功最重要之道。唔係一般話我攞支棍出嚟舞兩下，或者係我響單槓上邊揈兩下，呢啲係冇錯，啲係技巧上嘅工作。但係如果你能夠配合得到氣，咁樣你個身體就會更加強壯。或者有一樣嘢，筋腱嘅問題，好多人以為我筋腱係父母俾我嘅，我嗰個身體狀況等等係不能改變，呢個絕對錯誤嘅感覺。因為我哋所有筋骨都係能夠活動嘅，所有筋骨都能夠活動嘅。我哋要響骨正筋柔之下去做氣功，呢個感覺咁嘅效果，你先至能夠真真正正得到健康。因為我哋要經過啲筋腱或者經絡啊，去令到我哋嘅血液回圈。因為易經曾經講過，我哋除咗骨之外，所有嘅身體嘅響古人嚟講都叫做筋腱，不論你什麼都叫筋腱。而我所着重嘅內丹氣功，我嘅氣功最重要嘅唔係幫大家練啲表面肌肉，不是這樣的。表面肌肉嗰啲係表面肌肉，我最重要嘅係要平滑肌。平滑肌係內層嘅，係深層嘅肌肉。所以基本上，如果你好似我能夠利用動員到你自己嗰個氣血或者嘅氣，響你嘅身體內邊運作，你嘅要運動到你嘅平滑肌或者你叫個內臟肌肉，你嘅神經線就會被可以活化。我哋要活化所有身體入邊所有筋腱，係要利用氣去推動佢。咁樣你個神經線被活化，即係話你所有基本上你嘅板塊，每個連頭殼上邊嘅頭殼皮嘅板塊都被佢移動嘅話，你嘅身體就唔會積聚有淤血。因為當嘢有移動，你嗰啲筋腱能夠有血液流通，咁樣你嘅淤血就會被移散。但係呢個感覺唔係一時三刻有，亦唔會咁容易俾你感覺。但係你如果有幸同你合作或者幫到你嘅，呢個就係我正正所講嘅氣功最大嘅用處。但係呢個係內丹，要配合好多嘢。但係最基本嘅，你一定係要循經絡去行。如果你唔係循住經絡去行走個氣功，你基本就散架，係亂，係令到個氣入邊亂行亂。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做乜嘢，嗰啲氣點樣幫你，你去到邊度，啲氣一定要回收。咁樣嘅動作，你要明解呢個道理，呢個最基本嘅道理，你就可以去用你自己再嘅方法去。因為每個人係不同嘅，你個身體嘅狀況不同，你可以利用呢一個氣響你個身體運轉。但係無論如何，最重要一點就係骨正筋柔。其實骨正筋柔邊已經包含咗好多坊間講好多三康對位啊等等嘅嘢，因為你係要令到你自己響一個好正常嘅體態入邊去做。但係我譬如話有啲朋友同我講，哎呀，我個身體側咗去咁落咁多年咁，但係你慢慢將佢柔鬆。所以我成日經常講嘅中國人嘅醫術係扁針艾藥，藥係最低層次，扁就係扁術，按摩係將佢撥正。當你能夠將啲筋腱撥正翻去，佢慢慢啲筋腱就會自己去響你身上入邊尋到佢自己應該嘅位置。就係慢慢筋柔正翻個位置，呢個就骨正筋柔嘅最基本嘅道理。但係點樣做到嘅？當然就一定要經過一個時間啦，同埋要經過
自己按摩啊，或者人哋幫你按摩，或者你要了解你嘅身體，佢慢慢去改變，咁樣你就會慢慢有呢個效果。咁樣呢個就係我所提及嘅氣功最重要、最重中之重嘅一環。但係如果你哋真正有興趣嘅，咁樣你可以響特定一個時間入邊，你與我聯絡又好，或者係一個機緣巧合入邊啦。因為一切要隨緣，我唔希望氣功呢樣嘢係俾人壓力嘅，因為我自己係從一個類風濕嘅關節者，從一個差唔多死門關入邊走過來嘅人，所以我知道呢個痛症係其實係一個好漫長嘅嘢。但係咧，當我跨越咗呢個之後，所以我而家有個能力或者同大家講，因為我所講嘅氣功。我所有嘅嘢都係經過我自己嘅身體嘅歷練而得到嘅，所以咧響我身體應驗得到嘅嘢，希望響你身幫到你。但係有好多人話，我係中意我自己嘅想法，做你自己嘅嘢，我唔會叫人唔食嘢，唔做乜嘢。但係當你嘅身體好咗，你嘅身體會對你自己講，你自己係要乜嘢？因為最重要嘅係你自己嘅感知感覺。你冇咗呢個感知感覺嘅能力嘅話，你基本上係唔知道乜嘢個健康，點樣去尋求健康。如果你係淨係依賴藥物嘅，你基本上你嗰個健康之道已經係依賴咗藥物，你係唔識係回圈去揾翻你自己心中或者你個底層，你想健康係乜嘢？我個底層健康就係話，我能夠活到我希望嘅狀態。因為有自尊最重要，人活一口氣，你係要活到你自己心中嘅嘢。當你臨終時，我係可以由我命由我主，慢慢去離開呢個世界。但係我唔會話俾你聽係長生不老，係冇可能嘅事。但係活有健康嘅質素，先至係最重中之重嘅嘢。咁啊，所以我同大家講，呢個健康之道就係最重要係呢樣嘢。因為我知道我個電腦技巧好差，所以咧可能做唔到即時直播。啱啱我相信 YouTube 嘅朋友可能睇得到，其他朋友睇唔到。我會將我呢段片慢慢我放翻上去其他地方嗰度，希望與大家去分享呢個健康。咁樣咧，如果大家有興趣，如果大家仲有興趣嘅話咧，你可以睇下先。如果有興趣嘅話咧，響今個禮拜六22號咧，我會經常去行下山嘅。咁樣咧，我會響何文田 A2 出口同大家一齊行。你有興趣嘅人，你可以嚟問下我啊，或者特別係痛症人啊，或者係其他。無論你想追求乜嘢，你個身體同你有一個共鳴嘅。如果你唔明解你個身體點解會咁樣，或者你好努力去做好多運動，但係你想減肥點解減唔到，或者等等嘅嘢，有一啲嘢你唔明解你個身體，你可以嚟同我去傾談下，或者我能夠俾到你一啲意見。一切所有費係無需費用嘅，但係咧希望與你有緣，能夠一齊去活出你餘下人生更精彩嘅一面。因為當你有氣血，你能夠氣血通，你嘅身體就能夠為你做出更多你有理想嘅事情。但係如果你嘅身體都唔能夠幫到你嘅，你每日都係諗住營營役役嘅，佢又跟住做完嘢又要睇醫生，又要食藥咧，呢個係我感覺唔係一個健康嘅生活。所以點解我寧願我活響我健康嘅生活，心情要開朗，唔好俾情緒困擾。情緒呢種都係能夠你內臟活化得到，你基本上你一定要響好鬆容嘅內臟環境入邊，你先至能夠活化自己，你先至能夠可以有個健康嘅體態去應付你個身邊嘅工作，而係活出更加
健康嘅人生。呢個就係我所提及嘅健康，唔需要你有好超強嘅肌肉能力，唔需要，係只要你慢慢按部就班，如果你喺病床或者瞓喺度嘅，或者跟住慢慢坐喺度，跟住慢慢企喺度，跟住慢慢就你能夠復原。呢個係我所健康之道，我亦希望同啲老友記一齊活出呢個健康之道。呢個係我心中所想嘅健康，希望與你分享嘅就係呢一個健康。如果有緣嘅，或者你有興趣嘅，你可以喺今個禮拜六下晝2點鐘響紅磡響何文田 A2 出口相遇，一齊行。咁我大概希望同有緣嘅朋友去諗到呢一類健康，幫到佢嘅朋友，或者你基本上你身體有好多問題你想解決，而西方醫學解決唔到，或者中醫解決唔到嘅，希望同你一齊去分享健康之道。好嗱，我今日嘅講到就咁上下啦，係咁多啦。咁啊，我相信我會慢慢擺去 Facebook 又好，其他地方大家一齊分享。好多謝大家。